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0年9月26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78篇第1节到第4节、12节到16节。出民数记27章12节到14节。马可福音11章27到33节。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的是阳光归予什么人？最近台湾的政府因为开放美国的猪肉进口，引起侪的论争，特别是反对党安尼真牙狂安尼来咧抗争。用一句现代语言来讲，因好像亲像捡着枪，甚至有人认为讲捡着大炮啦吼。即种为着扮演反对党。只要有一寡题目，伊就来积极来反对啦吼。无论是甚物款的理由，无论甚物款的原因，因也无考虑讲，其实咱台湾即个所谓的莱克多巴胺的即种瘦肉精的即种牛肉，其实早伫2012年。当因的党咧执政的时阵，就已经开放啊。其实咱要来思考是讲，反对党也是讲民意代表最主要的工作，其实毋是为着反对来反对，咱是讲爱去思考你的责任，嘛毋是为着要荣耀家己的政党、家己的主张。事实上，应该徛伫迄个人民的需求顶悬。才会通赢取即个人民的认同，甚至咱咧讲的选票。如果即个方向甲目标若用袂清楚的时阵，就真歹伫即个民主的制度、即种政治的选举中间来赢出来。相款的想法，伫信仰的顶悬，当咱的基督徒的目标若放毋着，基督徒的成就、基督徒的能力、基督徒的荣耀，是要来归伫什么人？迄个目的是啥？当然也爱看讲什么人赏识，还是讲什么人咧保守。人上困难的代志，咱最近常讲是顺服，特别是即种无条件的顺服。好，亲像咱定定讲，亚伯拉罕是一个信心的老爸，伊跟对上帝。但当伊受到呼召的时阵，伊并无去问讲要去倒位，伊也无问讲要做啥物货。上帝的应允是毋是会当达成？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建立伫伊的单纯顶悬，也建立伫迄种哪行哪对，也是讲哪甲主亲近的即种的关系顶悬。伊明白伊要荣耀的对象是上帝，毋是伊家己。好，亲像伊对伊的侄仔的代志共款。伊互伊先选，伊要掠伊家己是长辈，将迄荣耀放伫家己的身躯顶，所以伊互伊的侄仔罗得先来选。伊嘛甲伊的后生安尼讲，上帝会家己备办要献祭的羊羔，因为伊知这是上帝的事。咱看今仔日另外一段的经文，犹太人的祭司长、经学士、以及遮的长老，当耶稣搁一摆进入伫耶路撒冷的时阵，因对伫伊做的代志，就是车倒清气圣殿这项代志，来甲伊质疑讲，什么人互你权柄做遮的事？耶稣基督甲因反问讲：恁若甲我讲洗礼约翰的权柄对倒位来，我就甲恁讲。事实上，遮个宗教领袖因根本毋敢来回答，因为因的方向、因的目标完全毋对。虽然因明白耶稣
问题的即个答案。但是因为因毋是为着敬神因为着亲像遮个议题安尼，有甲遮个反对党共款，因袂记即因爱做的代志，因将即个宗教来变做政治化，为着反对来反对，因袂记即家己是受到上帝的授权，伫做遮个管理。反对党亲像侪迄个反对党因的人，因袂记即因捌留学过，捌来美国佚佗过，因嘛食过美国牛，嘛食过美国猪，嘛袂记讲因食了拢无代志。因袂记即个有即个莱克多巴胺的牛肉是伫因的时代就已经进口啊，因无理由通啊反对。亲像耶路撒冷遮的宗教领袖共款，因掠做家己就是迄个负责正做耶稣基督反对党的人共款，却袂记即因受托管理圣殿的责任是因家己的。因允准做生意的人伫圣殿来做生意，而且是欺骗人，毋是咧帮助人。因为耶稣基督安尼甲咱讲，圣经记载的话讲，我的圣殿要做万民祈祷的殿，恁却互伊称做贼首。这是马可福音11章17节的记载，是贼首，毋是上帝的圣殿。会发生安尼事，是因为犹太遮的宗教领袖袂记即圣殿是人透过因向上帝祈祷的所在，因袂记即家己的职分。袂记即爱将荣耀归互上帝，或就是讲，当遮人做毋对代志时，因完全无出声来阻挡。即个问题亲像伫摩西、亚伦伫加底斯的时阵所犯的错误共款。上帝安尼甲因讲，因为恁伫神的旷野，当会众计较的时阵，违背我的时，无伫圣出水的所在。会众的面前，带我做圣，尊我做圣。因无将荣耀归互上帝，无甲功劳归荣光伫上帝。安尼作为就是违背上帝，安尼作为就是侵占上帝的荣耀，是得罪上帝。追求成功神学的人，拢必须爱世字，因为真容易犯安尼错误。将荣耀无归互上帝，拢归互家己。上帝会赐走一切的荣耀。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9月26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78篇第1到第4节，12到16节，民数记27章12到14节，马可福音第11章27到33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荣耀归谁？最近台湾因为政府决定要开放美国猪肉进口，而让反对党沸沸扬扬的抗争。用一句现在流行的语言说，他们好像捡到枪，甚至有人认为是捡到大炮。似乎为了扮演反对党的角色，只要一有问题，就积极的反对，无论是什么理由，无论是什么样的原因，即便是在台湾所谓的莱克多巴胺的牛肉，早就在2012年他们自己的政党执政的时候就已经进口了。反对党或是民意，其实主要的工作不是为了反对，也不是为了要荣耀自己或是自己的政党而做，应该是要思考站在人民的那一边，才能取得人民的认同跟选票。如果这个方向跟目标弄不清楚的时候，就很难在这个民主的制度下的政治选举当中来胜出。我们用这样的概念放在信仰上，我们来反省信仰。
我们来思考说，基督徒的成就、基督徒的能力、基督徒的荣耀，都应该要归谁？那我们要先思考的是，到底是谁在赐予，谁在保守？其实人最难的，就像我们最近常说的是，最困难的部分就是顺服，特别是在无条件的顺服这个功课上面。如同亚伯拉罕，他跟随上帝，当他受呼召的时候，他并没有去问说要去哪里，或是又问说要做什么。上帝的应许是否能够达成？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建立在他的单纯上面，也建立在那种且战且走，然后越走越与主亲近的这个关系上面。而他明白他所要荣耀的对象是上帝，不是他自己。正如同他儿子在问他说我们要用什么献祭的时候，他告诉他的儿子说，上帝会自己预备献祭的羊羔。他又让他的侄儿挑选想要的土地，他并没有那种说我是长辈，你要先让我选，因为他非常明白上帝给他的呼召是使人得福。犹太人的祭司长、经学士以及长老们，在今天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书的记载，耶稣基督再一次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针对他洁净圣殿的这件事情，他们质疑耶稣说，谁给你这样的权柄做这些事？耶稣基督反问他们，你们若能够告诉我施洗约翰的权柄从何而来，我就回答你们。事实上，这些宗教领袖根本不敢回答，因为他们知道耶稣基督所提问的答案。基本的问题是，他们并不是因为敬神，而是因为怕人。这些宗教领袖把宗教政治化了，他们为了反对而反对，他们忘记自己是受了上帝的授权呼召，如同有一些反对党的人，他们忘记了他们曾经留学，曾经出国到美国旅游，他们也都吃过美牛，吃过美猪，然后他们都没有事。他们更忘记了自己的政党组织也早就决定开放含有莱克多巴胺的这个牛肉进口的。其实他们没有理由反对。如同耶路撒冷的这一些宗教领袖一样，他们以为自己就是负责成为耶稣基督的反对党的人。他们忘记了管理圣殿是上帝交付给他们的责任。他们允许商人在圣殿的门口做起生意，却不是为了帮助人，而是在讹诈人。因为耶稣基督在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圣经记载上帝的话说，我的圣殿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你们却让它成为贼窝。马可福音11章第17节，是贼窝，不是上帝的殿。会发生这样的事，是因为犹太的宗教领袖忘记了圣殿是人们透过他们向上帝祈祷归荣耀的地方。他们忘记了自己的职分，忘记了将荣耀归给上帝。当人们犯错的时候，他们没有去宣告、禁止、提醒。这个问题就像是摩西跟亚伦在加底斯的这个旷野时候所犯的错误。上帝这样子告诉他们，因为你们两人在寻的旷野违背了我的命令。当全体会众在米利暗
米利巴埋怨我的时候，你没有在他们面前承认我神圣的能力。他们没有将荣耀归给上帝，这样的作为是违背了上帝，侵占了上帝的荣耀，是得罪了上帝。现在一些追求成功神学的人必须非常小心地提醒自己，因为非常容易犯这样的错误。当我们不将这个荣耀归给上帝的时候，上帝就会把一切的荣耀取走。